Hello，大家好，我係 Derek。嗱，今日拍呢條片咧，主要想同大家討論一下咧，而家的士牌價咧跌到200零萬左右啦，值唔值得買呢？呢個問題，因為最近都有好多觀眾都同我講話，喂，而家跌穿咗200萬之後又回升翻喎，回升翻之後又回落翻少少啦，好多觀眾問我值唔值得買咁有啲觀眾直情 WhatsApp 我話已經買咗啦。有幾個都買咗，入咗手噶啦。有啲行家都問我入唔入手，我都有啲心動，我都想入手買翻個的士牌嘅。咁但係喺入手的士牌之前呢，就即係基於理性嘅分析啦。呢排因為太多人問我啦，所以我今日咧就專登同大家咧分析咗呢個租金回報比例咧，去同大家理性咁去看待的士牌值唔值得買，價值會唔會歸零，佢嘅價值所在喺邊度，同埋佢嘅風險優勢又喺邊度呢？咁事不宜遲咧，即刻同大家一齊分享呢個研究報告啦。咁戴定頭盔先我唔係一個專業嘅投資者嚟㗎，純粹係因為我見到跌到200萬呢，其實都有啲心動想買的士牌嘅，所以我就基於我個人投資啦，所以我有需要去全盤了解，基於一個理性嘅分析，將所有嘅風險因素或者利好嘅因素咧，全部列晒出嚟咧，去作出一個投資決定。因為而家經濟環境都唔好啦，你見而家真係唔好立亂投資。投資前要極度審慎先得嘅。好啦，咁事不宜遲咧，而家同大家咧一齊睇下我嘅分析報告先啦。咁記唔記得好耐以前咧，我曾經同大家咧分析過當時一個的士牌價啦咁嗰陣時嘅牌價咧，其實係2023年4月27號嘅，即係2年前啦咁當時嘅牌價咧417萬，再加埋個殼咧就44萬嘅，首期就要俾成86萬咁月供借貸都要借成375萬嘅咁當時我就幫大家計數啦。咁再過咗1年之後呢，又再幫大家計嗰條數啦。如果之前有睇我條片嘅觀眾呢，都知道我同大家分析過啦。再過1年之後呢，24年，咁個牌價呢就已經跌到286萬車殼40萬嘅連埋車牌加車殼326萬。咁當時呢一個價位啦，係處於一個利率週期上升嘅階段啦，所以呢，我經過計算出嚟之後咧，同大家分析咗之後咧，正回報係有大概唔知7至8K 左右嘅，要面臨嘅風險同埋回報咧就唔係好成正比嘅。咁時至今日啦，你睇下今日嘅最新牌價，舊嗰啲唔講啦。時至今日，睇下今日最新牌價係咩先今日係2025年啦，最新有人喺群組掟出嚟嘅最新牌價啦，2025年11月17號嘅，今日係11月21號嘅。而家最新嘅牌價連埋車259萬嘅，咁點計呢？其實佢咁啱有觀眾佢咁啱買咗個牌，又同我分享啦，喺10月27號買嘅，咁就喺聖洲個車行嗰度買嘅。佢同我講，咁佢牌價呢就224萬嘅，再加埋小路寶新款嗰隻12月中呢會出一隻新款嘅小路寶，車殼價41萬嘅，咁 total 佢就用咗265萬呢去出呢一個的士牌嘅。咁但係最新11月17號啦，又跌咗少少啦。總共你當260萬左右啦，我哋用呢個價嚟計嘅 ，OK。咁而家首期已經唔同咗啦，而家首期係要80萬左右嘅，以前咧就要15% 嘅，因為而家咧嗰個風險大咗啦，銀行就要求30%首期左右啦，15% 係加埋你嘅車殼，加埋你嘅車牌嗰個牌照費噶啦，15%。咁但係而家咧而家260萬連埋車殼，俾嘅首期要80萬。即係今次出車牌嘅首期咧係要3成嘅，所以大家要投資的士牌嘅時候要有足夠嘅彈藥啦，起碼都有80萬先可以出到的士牌嘅。80萬首期啦，同銀行借180萬，利率咧就係4.25厘嘅，月供300期25年，月供金額就係9751蚊嘅。咁我哋就以呢一條數咧，幫大家咧就計一計個按揭成本幾多先啦。呢度就用咗一個總冧心260萬嘅，我哋做4.25厘息，再做25年年期嘅，咁 total 每個月還款額咧就要14,085蚊咁多嘅，咁冇其他雜費嘅，總貸款260萬，全期總利息咧就162.5千左右啦。呢個就係每月供款表啦，最主要咧就係每月供14000到啦，跟住還款啦，還款本金你當儲錢啦，呢筆錢就唔計入去融資成本上面嘅。OK， 跟住每期嘅利息咧就係9200蚊，呢個就係個成本嚟嘅。OK， 咁所以我哋得出嚟嘅融資成本就係9208乘12，再除翻260蚊啦。咁所以我哋嘅成本就係4.25厘啦，即係呢一度嗰個利率啦。呢個就係我哋嘅融資成本因為點解要計呢個成本呢？
就算你唔投資啲舊嘢，假設你有260萬，你都會擺落定期嗰度。雖然而家定期係少啊，而家得3.6厘啊，但係你投資啲舊嘢咧就要俾4.25厘啊，所以你就算借呢嚿錢攞去做定期啊，你都係要蝕1.25% 嘅利息嘅。投資的士咧係貴啲嘅，利息係貴啲嘅。OK，咁當佢呢個融資成本就4.25厘啦嚇。咁開始計下嗰個租金啦，咁而家我就攞到啲最新嘅租金報告出嚟啦。譬如而家夜間430蚊嘅，有啲要480蚊啦。不過你計最平啦，我哋用最保守嘅估計啦，因為投資有風險，我哋用最保守嘅估計去計嘅。夜間430蚊嚇，咁早間呢540蚊嘅 ，OK。咁有啲貴啲啦，早間580蚊嘅嚇，咁我呢度租有540蚊嘅嚇。咁大概你都預500零蚊左右啦，成格攞老特嘅話呢，900蚊，有啲要950蚊嘅，OK。咁所以我而家得出嚟嘅租金回報我哋最緊要計個回報啊，日間亞灣540蚊，夜間430蚊嘅。假設啦，你真係租俾一個日間嘅話呢，日間開足工30日嘅話呢，得出嚟嘅回報一個月係有16,200蚊嘅。假設佢一個禮拜放一日假，你當佢開25日工啦，每個月租金收入13,500蚊嘅。咁你嗰5日咧，你可能要額外揾人幫手啦。如果揾唔到人幫手嘅話咧，就唯有收呢個最低呢個下限嘅租金收入嘅。夜間又係啦，一日就430蚊啦，30日開足工13,000左右啦，25日開足工11,000左右啦，日夜加埋啦，佢嘅上限係可以揾到29,100蚊嘅，佢嘅下限咧就可以揾到24,250蚊嘅。老特嗰方面啦，900蚊至950蚊嘅，咁佢一個月咧大概回報就係27,000到22,500蚊嘅。OK， 咁老特我暫時就唔講住啦，因為老特就偏低嘅，費事咁多參數啦，我哋主攻日夜間因為我哋通常我做啦，我都係做日間，咁睇下我自己出去租一間車同埋自己出一部車呢，嗰個成本係幾多嘅。老特嘅回報就仲低啲老特呢嗰個租金就少過日夜間加埋嘅，大概上限就少咗2,100左右啦，下限呢又係少咗2,000左右啦，即係呢度大概減咗2,000蚊嘅。成架車租出嚟老特租出嚟嘅話，係賺少2,000蚊嘅。好啦，咁下一步咧就計算呢個租金回報啦。咁呢個租金回報咧，記住係未計開支未計嗰啲雜費開支其他保險嗰啲嘅，就係將上限啦29,100蚊乘12個月啦，再除翻260萬啦，得出嚟嘅租金回報就係13.4% 啦。呢個係上限數嚟嘅，下限數咧我都計埋啦，就係11.19% 嘅。呢個就係下限嘅租金回報啦，呢個就係翻25日工嘅，上面嗰個就係30日工嘅。咁陣間再講30日同25日嘅分別啦。即係譬如你假設諗住自己開工嘅話，你一定係開足工㗎啦，咁咪少咗好多租唔出嘅風險咯。咁所以你係假設你係用家嚟講你自己攞部車嚟自己揸嘅話呢，你係用上限嚟計嘅，咁你就會划算得多嘅。假設你係租出去嘅話呢，你未必下下都咁好彩可以30日租出去㗎嘛。咁我就攞個風險因素最保守嚟計算，就用下限嚟計嘅。OK， 所以點解要計兩個數字出嚟呢？就咁解啦。咁回報13.4% 減翻我哋頭先講嘅融資成本啦，有4.25% 嘅。OK， 咁所以得出嚟嗰個租金淨回報9.15% 嘅，下限租金淨回報6.95%，即係大概7%左右啦。OK， 咁呢度就係最基本嘅一個租金淨回報，但係未到淨回報嗰個階段我哋睇埋落去咁仲有其他成本雜費嘅，包括最重皮當然就係保險啦，一年大概要4萬蚊啦。如果你出車第一年好似送保險嘅，但係之後就要自己俾翻啦，一年4萬蚊嘅。咁呢個我都未計佢可能有啲意外咧會加你 loading 加你保險費加你好多費用嘅或者通脹佢都會一路加保險啦。呢個就當佢假設啦，一路不變啦，或者你手車好，或者你租俾嗰個租客手車好呢，就冇加 loading 就呢個數嘅。咁4萬蚊一年呢，除260萬，大概嗰個回報成本你要減翻1.53%嘅，呢個係恒定嘅數嚟嘅，固定咗噶啦。
另外仲有一樣固定嘅數呢，就係部車殼嘅折舊率啦。咁你假設一部車啦，有啲人話用到15年，有啲人話用到10年嘅。咁我假設佢用到10年啦，41萬部車，嗰部車價值41萬嘅。咁呢個數喺邊度嚟嘅呢？就係嚟自我個朋友啦，佢就買咗部車41萬嘅。所以呢，部車如果用到10年，除翻10年啦，就係4.1萬一年嘅。4.1萬除260萬呢，就大概呢，你個租金回報又要減翻1.58% 嘅嚇。咁假設你部車即係保養得好嘅話，用到15年嘅話就更加理想啦。咁平均一年2.7萬咁折舊率回報減翻1.03%嘅。呢個就必須要嘅開支就係呢一部分啦。好啦，咁呢啲固定嘅成本之外呢，其實出部車都有其他雜費嘅，因為好多觀眾都同我講話。唔係喎，而家出部車嗰個回報好高喎，有個觀眾都同我講超高喎，因為大家睇到個數字就係見到，咦，哇，淨係睇個租金回報14%或者下限你都有11% 淨執嘅又或者扣埋嗰啲融資成本，你都淨袋即係你嘔一個首期出嚟，你都淨袋9.15% 咁高，或者你就算最雞雞地都執7%。淨租金回報嘅，咁係咪咁呢？當然我哋睇嘢要睇全面啲啦，唔可以淨係睇，哇，好似好正咁。其他成本呢一紮成本都係非常之重嘅成本啦。其他成本呢度，呢啲都係固定必定要支出嘅開支嚟嘅。咁其實呢度都要扣多2.5%嘅最少都呢度。即使你嘅車保養得好嘅話呢，折舊你每年都要減1% 回報嘅。呢度就係必要嘅開支嚟嘅。好，咁跟住呢，就係雜費嗰方面雜費嗰方面其實都幾重下㗎。假設如果你係自己唔想理嘅車，純係做一個投資者，唔想理咁多嘢嘅話呢，就將架車交俾車行，就交俾打理人。咁有個打理費嘅，打理費大概灣佢有個託管回報嘅佢就會每個月固定俾翻21,000蚊你嘅。咁你又乜都唔使理㗎，成部車俾佢啦。當中其實佢賺幾多呢？其實佢賺嗰個利潤呢，大概3250至到8100蚊嘅。咁點嚟嘅呢？譬如個打理啦佢攞咗部車出嚟呢，佢當一個老特咁租出去啦，佢可以租到27,000蚊嘅。又或者下限嘅話呢，都租到22,500蚊嘅呢度。假設佢攞你部車翻嚟啦就係21,000蚊攞翻嚟嘅。佢還翻俾你就21,000蚊啦。攞翻嚟之後呢，佢要租俾一個日間啦，同埋夜間啦咁佢哋日夜間加埋上限，最理想呢就係賺到21,900蚊啦咁減翻21,000嘅時候呢，最多係可以揾到8,100蚊嘅。OK， 佢個成本就係要8,100蚊嘅即係假設你如果自己出去揾日夜間嘅話呢，你可以慳翻8,100蚊嘅。OK，咁最低下限呢，就算佢租俾一個正日夜間佢哋翻25日工佢哋放假都揾唔到人開工嘅話呢，佢哋當架車幫你看住或者自己揸啦，或者擺停車場啦，佢哋收一個下限嘅租金啦，就係24,250蚊嘅。咁即係假設佢哋回報其實下限都有成3,250蚊嘅。所以如果大家乜都唔想理嘅時候呢，其實你間接你要俾多咗呢一嚿嘅成本出嚟嘅咁呢一嚿打理費嘅成本其實都唔平㗎。當然佢都會包埋好多嘢啦，幫你保養嘅車啦，幫你執靚嘅車，幫你換胎換乜都佢包晒㗎啦咁但係呢嚿錢其實都唔平㗎。你假設都要最平都要3,250蚊啦，當你係自己揾日夜間，下限收翻嚟嘅錢都要俾打理費呢多3,000幾蚊嘅，即係間接打理費都要食你3,000幾蚊嘅回報嘅，即係間接你要俾多呢嚿錢出嚟咯，去做一個打理費。咁呢個錢其實都唔平嘅，一年都計一計啦，3250乘以12個月，再除以260萬啦，都要1.5%嘅，1.5%。咁呢度假設啦，如果你買部車即係諗住自己揸嘅話啦你就可以免卻呢個費用嘅，因為你可以30日都開足工，諗住全身投入喺的士行業嘅話咁你就可以免卻呢啲雜費咯。因為你自己揸，你慳翻你嘅租金日夜揸或者揾到 partner 日夜揸你就可以免卻揾打理呢個風險支出咯。咁但係呢，另一個因素就係你會非常之困身啦
基本上你係冇放假，一放假就揾人頂間，揾人做替間，你先可以放到假嘅。咁呢個就係嗰個抗傷嘅位置啦，呢度就係嗰個。咁另外除咗打理費之外啦，係一個好重皮嘅支出之外啦，其他雜費啦，譬如輪胎啦、機油啦、洗車啦、零件、電池保養、大驗小驗、停車場費，因為你可能揾唔到人揸，你又唔想揸，你就要自然要俾停車場費啦。咁你假設每個月月租3000蚊，每日大概100蚊左右啦，其實都唔止添，可能要百幾蚊啊。每個月你當5日假，你都可能成本每個月都要另外俾多500蚊出嚟擺停車場嘅。OK， 咁另外最重皮應該就係個紅雨黑雨交通意外，日夜間放假啊，因為日夜間放假呢，日夜每間每日你都已經損失咗900蚊咁多㗎啦，900一日咋，一日放假你就損失900蚊啊！唔好彩嘅話，你有啲交通意外部車要攞去整嘅話呢，嗰個月收唔到租金，呢個係嗰個好大嘅 risk， 係嗰個風險因素，你係要自己揞嘅。又或者呢，嗰個租客嗰個司機冇俾呢個墊底費撞咗意外走鬼咗，追佢唔到咁呢個又係個 risk 啦。紅雨黑雨打風嗰啲呢，又係好難出租嘅，咁呢個又係一日可以損失900蚊嘅租金。咁打風啲日子啦，風季嗰啲一打可能有機會一個月打1-2日，你已經冇咗2-3千蚊㗎啦。OK，咁另外嘅車保養嗰度呢，呢度啲抽嘢都唔平啊，即係譬如你輪胎啦，1-2個月都要換一次。我以前都攞個老特嚟揸咗1個月之後呢，都換咗2次胎。咁你平均嚟講啦，2個月換一條胎啦，就560蚊嘅，1個月就230蚊嘅，一年呢，大概換胎嘅價錢呢就3360蚊嘅。咁另外啦，呢堆機油瀝油波箱油嗰啲呢，大概早間跑250公里，夜晚跑250公里，一日用咗500公里嘅。機油呢啲15000公里呢就要換一次㗎啦，即係大概30日，啱啱好1個月呢，你就要換一次機油，400蚊1個月。波箱油呢啲就係3個月一次1000蚊嘅，平均每個月呢300蚊嘅。咁當然我未做過車主呢啲數就純粹係我打聽翻嚟，唔知真唔真實㗎，要車主先知嘅。咁另外啲 credit card 嗰啲零件保養費啦，譬如你壞咗道門啦，1000蚊壞泵把啦2嚿水頭泵把2嚿幾電池10000蚊，電池都好貴㗎，電池都要保養嘅。自動門2000蚊，仲有啲 credit card 雜費嗰啲呢，太難計出一個實際數字，因為每部車嘅損耗都唔同。所以我籠統啲計啦，就當2-3千蚊1個月 ，OK， 已經係好低㗎啦。應該可能都唔止添。如果保守啲話，如果計4000蚊會比較好啲。不過你當3000蚊啦，3000蚊即係你嘅租金回報又要減多1.38%㗎。好，咁你睇到呢，基本上嗰個數字已經出咗嚟㗎啦。好，第一樣呢就係你嗰個回報，租金回報呢度13.4嘅。不過你有好多成本嘅，包括呢就係融資成本第一樣啦，第二樣就係必須要俾嘅成本啦，保險同埋折舊啦。第三樣就係可能打理費啦，或者唔需要打理費都好呢，都有一紮 credit card 嘅雜費啦、輪胎保養費啦OK， 咁七除八扣之下呢，我都幫大家計咗數啦。租金淨回報上限計算嘅話呢，就減咗保險、折舊、保養。回報呢就係 4.64% 嘅而下限計算6.15計呢個回報嘅話呢，一年回報 1.64%。OK 咁即係幾多呢？其實4.16乘翻260萬呢，一年大概有12萬，啱啱好差唔多12萬，一個月呢就有1萬蚊賺翻嚟嘅。咁呢個數多唔多呢？我覺得係多㗎，但係前提上你要自己揸。假設你真係想入行揸的士嘅話呢，而家呢個條件上，我覺得係合適嘅。如果你自己揸嘅話呢，你係可以每個月慳翻1萬蚊嘅租金嘅。因為去翻上面呢度啦，如果你係而家租金日夜揾到人拍啦，日夜間你而家要俾嘅租金都要29100蚊㗎嘛呢度。OK， 咁但係如果你出咗部車之後啦，你一個月係可以額外回贈翻你1萬蚊，即係呢，你揾到 partner 一齊出部車嘅話呢，你間接係可以自製減租34%嘅，即係35%咁滯㗎啦，即係打咗65折嘅租金出嚟嘅。咁所以有啲觀眾問我，而家值唔值得買？
睇你情況，睇你而家狀況，你係諗住全程投入揸的士30日無憂，全日開足工嘅話呢，因為你自己揸嘅話呢，你可以撇除好多風險，包括呢你要請打理嘅打理費啦，同埋你手車一定係夠好㗎啦，同埋你又唔需要話揾替更，開足30日工可以開足工嘅，加上你手車好呢，嗰啲保養費啊、計油費啊、洗車費呢啲呢都可以慳翻嘅，咁呢個就係撇除咗好多風險因素啊！如果你係自己開嘅話，最理想、超級理想嘅狀態之下呢，你係可以一個月慳翻10000蚊㗎，即係減咗34%。咁呢個減幅嚟講呢，我覺得係值得入市嘅。如果你係想揸的士嘅話，即係最理想嘅情況之下，再加上你自己揸啦，你個折舊率亦都可以壓到1.03%，因為你自己出部車你一定成日車多啲㗎。如果你租俾人哋，人哋一定係求其冇爛你部車先算嘅，一定係咁㗎嚇。所以你租俾人哋，可能嗰個折舊率就會快啲玩完，快啲打柴嘅。而你自己揸嘅話咧，應該就錫啲車咧就可以用耐啲嘅，咁啊折舊率又可以慳翻嘅。所以你最終咧你係都慳到好多錢嘅。如果你即係諗住長揸或者全職揸老特揸嘅話咧，呢個時候我個人認為係值得入手㗎的士牌。咁但係有啲人就攞嚟投資啦，因為未必個個都開足工㗎嘛。你可能你揾唔到日夜間一齊夾份買部車嘅話咧，你間接係等於半投資。你一個人開一間，你仲要揾一個人幫你攝另外嗰間，攝夜間攝早間、攝夜間都好啦。所以你好容易變成一個半投資嘅狀態㗎。咁半投資嘅狀態都還可以，因為咧你起碼有一半狀態咧，你都係可以翻足晒工30日。只不過你可能夜間未必要麻煩少少啦，可能要再揾完之後佢又有機會放假，可能翻25日工，或者你要頂埋佢嗰5日，咁啊辛苦啲嘅。咁但係都好，都還可以。但係假設如果大家係純投資嘅話，有個觀眾都同我講話佢買咗的士牌，跟住我就諗，咦佢會唔會日夜間開老特？開老特都辛苦，都未必開足晒㗎嘛。佢有機會會俾打理去打理嘅，咁牽涉嘅費用就更加多啦。因為如果你係投資自己揾日夜間嘅話，你就好難保障咧，你係每個月都係揾足晒司機開揾30日開工嘅。可能我哋就以一個風險嘅計算方法啦，可能揾到一個正間開25日工嘅。咁所以我就會保守啲計咧，就會計一個下限嚟計嘅，減晒呢一紮 click 嘢咧最終回報咧就係正回報1.64%嘅，即係幾多錢咧？大概一年就賺多咗42,640蚊嘅。咁每個月咧就慳翻大概3553蚊嘅，都係大概3000零蚊執。你話吸唔吸引我就麻麻地嘅，我覺得你記得上次我哋計嗰條數咧，呢度自己揸嘅數咧都係大概慳咗唔知7000蚊左右嘅。咁嗰個數我覺得係唔吸引㗎，但係而家去到10000蚊，我覺得係吸引㗎，即係呢個數每個月慳翻嚟嘅數。但係假設如果你係自己揾日夜間你嘅回報揾得好辛苦，一個月回報就係賺得嗰3553蚊，即係你係做咗一個打理人嘅角色，投資呢個車去揾租客租你個車。假設你乜都唔想理啦，乜都諗住揾託管啦，投資加託管就揾車行搞掂晒，包辦晒嘅話咧，你都有微利執嘅。而家呢個價位260萬出部車，的士牌連車260萬，你都有水位執嘅，但係執嘅水位就少好多啦，就變咗有1% 係去咗託管費嗰度嘅。原本投資加自己揾租車係1.6% 回報，而家你要額外俾多1% 託管費出嚟嘅。託管費邊度嚟嘅呢？主要就係呢度啦，頭先計咗啦，自己揾嘅回報係29,100蚊嘅，託管費會俾你嘅大概21,000蚊嘅，佢要執你3250蚊至到8100蚊嘅。咁所以呢度我哋當佢執3000蚊咧，一個月大概有1% 嘅，啱啱好3000蚊乘以12個月，再除翻260萬就係1.3幾%㗎應該。但係因為你託管費咧，佢其實會包好多嘢，包埋你嗰啲日常保養嘅，咁你當1% 啦，1%，
咁你都有錢執嘅，260萬牌價嘅狀態下呢，你每年都可以額外多15600蚊嘅嚇，即係每個月有1300蚊賺嘅嚇。咁呢個就係你嗰個情況啦，視乎大家唔同情況。如果大家要自己揸嘅話，每個月慳翻10000蚊。自己揸意思係你要同人夾份租呢架車啊，日夜間都有人揸啊。投資加自己揾人租車嘅話呢，就攞下限嚟計，每個月賺3553蚊，或者你做一半間啊，一年就大概42640蚊嘅回報啊，每個月大概有3500蚊執嘅。投資加託管每個月大概有1300蚊執嘅，都有錢執，都有錢執。咁但係如果大家即係有觀眾問我啦，喂，應該入唔入手呢？而家又跌翻少少喎，又好似有啲興趣。我只可以答你呢，如果你係投資嘅話呢，你拎住1300蚊一個月，你要冒嘅風險就喺呢一度。但係如果你係自己揸嘅話呢，你風險因素少好多呢。咁係值得嘅嚇。咁我哋睇翻下一部分同大家分析啦。首先個 risk 係咩呢？首先網約車啦嚇，一定會落實㗎啦，因為已經拍咗板㗎啦，一定會第四季，下年第四季就開始執行㗎啦。咁究竟當去到嗰一步嘅時候呢，市場嘅變化係點呢？個牌價會跌成點呢？多唔多人入去分呢個餅呢？我個人認為的士同網約車個餅整體會大咗嘅。但係呢，係的士個餅大定係網約車個餅大呢？係唔知嘅。即係點解會咁講呢？因為網約車而家係冇成本嘅所以而家係阿豬阿狗都出部車都去揸網約車，揸 Uber 出去嘅。咁但係將來有規限之下咧，又要交保險，又有規限，又要考牌之下呢，網約車嘅人數一定係比而家少嘅，所以個餅係會少咗人競爭，係會大咗嘅。整體嚟講，將來的士嘅收入呢應該會好過而家嘅如果揸的士嚟講。不過問題就係個風險而家原有嘅的士司機會唔會轉咗去揸網約車呢？呢個就係一個 risk 如果假設需求冇晒，冇人揸的士，轉晒揸網約車嘅時候，的士嘅牌價就會跌啦。跌到幾多呢？市場自然有一個恒定嘅機制㗎。有啲人覺得出部車風險，出部車咁平，我點解唔出部車呢？出部車有少少錢執我都樂意。即係雖然可能保險貴咗都可能有啲人會放下假會走去揸下嘅，但係最終嗰個即係市場會最終會有一個平衡嘅價值出嚟嘅咁同埋都要睇埋政府嘅取態啦，究竟發牌數量係幾多啦所以呢個都係一個 unknown 未知數嚟嘅，都係一個風險因素嚟嘅。咁另外呢，就係你個 risk 就係冇人開工啦而家就好啲，因為我而家都冇車揸因為聽講而家出面經濟唔好呢，外圍經濟環境唔好，好多人走去揸的士，好多人爭。我而家差唔多3個禮拜係冇開工啦，次次問打你都話冇車俾我揸。咁有啲觀眾話：咦，點解咁耐都唔開直播，唔揸的士？唔係唔揸，係冇得揸。我哋始終要寄人籬下啦，冇自己車啦佢打你打你就梗係分配俾啲忠實啲嘅租客啦。可能你成日租開嘅，驚你轉打你就全部俾晒你揸啦咁所以我又唔係成日揸嘅，所以佢又未必分配俾我嘅，我都明嘅所以我又冇一個主導權喺度，所以我返到工呢，我就要睇人面色，寄人籬下嘅，睇佢俾唔俾車我，唔俾都冇得開咁最驚就係可能經濟好咗之後冇人開工啦，出邊環境好嘅時候冇人開工揸車或者全部轉晒網約車啦，都係一個風險因素嚟嘅另外經濟衰退啦，少咗人搭車啦咁而家正經歷緊啦，或者工作模式都轉型啦，唔使返 office 在家工作嗰啲咧，又或者 AI 嗰啲開始盛行啦，開始少人少咗職位少咗人返工，越嚟多人失業就冇人返工冇人返工會冇人坐車咁樣咁另外咧，無人駕駛呢方面咧會唔會落實？不過都有排，呢個其實唔係好重要，因為可能講緊都係10年後、20年後嘅事啦。另外就係粵車南下啦，每日有300個配額3日後要返歸嘅，即係大概你喺街上面會見到900架車嘅，1、2、3日900架車每日咧就少咗900個大陸客來回，即係冇咗1800程車嘅。原本要落嚟香港嗰啲都要坐車㗎嘛，嗰啲揸得車嗰啲都係有錢客嚟㗎，有錢客梗係坐的士㗎啦。咁而家佢哋自己揸車啦，咁所以就又少咗一樣
客源啦。咁另外揸的士呢，有咩優勢喺度呢？就係佢唔需要寄身喺平台上面啦，所以平台嘅收費都係好少嘅。我哋就算 Uber 又好，滴滴又好啦，佢都唔敢收一個好高昂嘅費用，因為我哋本身都已經有接單能力嘅，我哋有接街客啦，有的士站啦，都可以接到客嘅。所以平台上面如果你打150折單咧，佢都係收你5% 嘅平台費啦，或者你接佢 Uber 正街單咧，佢都係收你可能10%、10%啦。咁另外一個優勢就係自由啦，同埋可以自主啦。頭先我講咗項目公開啊，如果你買咗的士牌嘅話，你就可以自己決定自己幾時開工亦都優先俾自己揸自己放假嘅時候先至俾其他人揸嘅，有一個主導嘅優勢喺度嘅。另外一個優勢就係未來利率啦。之前我講的士牌值唔值得買嘅時候呢，其實係上升嘅週期嚟嘅，而家反而係變咗一個不變嘅週期，或者係一個下降嘅週期，所以有機會將來嘅借貸成本越嚟越平啦，或者就算唔係越嚟越平都好，個牌價唔會話浮動得太多，因為牌價都好 depend on 嗰個利率。OK， 所以個風險因素可能就比較堅挺一啲啦。咁另外呢，你一定要係自己揸㗎，我都強調，如果你有興趣自己買嘅話呢，要自己揸加夾粉夾粉你先可以對沖翻嗰個上面嗰啲風險因素啊。因為上面講咗嗰啲成本啦，主要其實最重皮都係嗰個冇人交車冇人接車個問題日夜間如果你一日揾唔到嘅話，900蚊一日㗎要一個禮拜揾唔到嘅話呢9763,6300蚊㗎啦，一年就變咗個回報又減咗好多㗎啦。所以如果你想出部車而家呢個狀況之下呢，如果你係自己揸加夾粉出部車嘅話呢，你可以每個月慳翻1萬蚊，你每人呢就可以慳翻5000蚊嘅即係間接你可以自製減租金啦，35% 咁滯嘅如果你老特回報計就冇計啦，老特回報呢，就你成架車攞翻嚟揾個夜間頂嘅話呢，以老特回報計就少3000蚊嘅，即係租金回報嗰度又要再減啦，即係可能都起碼有20% 以上㗎啦，慳翻嘅租金。咁另外呢，佢的士牌嘅價值存在，雖然我都好撐網約車合法嘅，不過的士當然有佢嘅價值啦，所以佢價值所在喺邊呢？首先有啲人話會唔會歸零呢個情況呢？有啲人話睇翻深圳案例會唔會歸零咁絕對唔會㗎，因為你睇翻兩地嗰個差異，即係唔係話偏幫的士，亦都唔係話雖然我係撐網約車，但亦都唔會話踩的士，因為都處於一個中立嘅局面嚟分析呢。即係你大陸你係全中國咁多人口都會集晒去啲一線城市嗰度呢，需求係爆晒㗎，即係揸車嘅需求司機係爆晒嘅，所以嗰個競爭就好大，個價錢就可以跌到好低嘅。但係喺香港香港你啲司機因為你有關口喺度你只要香港人揸車嘅話呢，嗰個需求唔會話好大，但係嗰個人口搭車嘅需求就好大，因為人口稠密大城市你睇下香港嗰啲地撇除埋啲山多平地少人又非常之多咁少陸地，啲陸地仲少過深圳好多倍。咁少陸地之下呢，咁多人口之下呢，個需求永遠都係極大嘅都係勁多人搭車嘅。就算你經濟唔好，你都要搭車嘅。搭車都係啲比較富裕階層呢，就影響就細啲嘅。咁再加上呢，網約車合法咗之後呢，就更加少競爭啦。因為的士嘅價值就會更加堅挺啦。因為本身而家網約車係冇網管噶嘛，係冇成本噶嘛，由冇成本去到有成本揸嘅人一定會少咗噶啦，個餅一定會大咗噶啦。咁加上呢，如果網約車合法咗之後呢，政府更加會強力去打擊網約車啦，因為已經有一班合法嘅網約車咁自然就會打擊嗰班唔合法嘅白牌車啦，所以更加會少啲人去參與呢個餅去分餅嘅。咁的士嘅價值就可以體現出嚟啦就可以比以前更加堅挺一啲嘅。網約車嘅平台費貴啦但係出車成本平因為你出部車13萬搞掂，加埋政府啲 credit card 嗰啲可能唔使20萬，一定唔使20萬咁出車成本係平好多㗎。其實最擔心嘅一個風險就係啲的士司機轉咗去揸網約車出部車，咁所以嗰個牌價有機會跌。咁但係牌價跌，如果你係自用嘅話基本上你都可以撇除啲因素。如果你純粹係諗住揸車揾食，而家呢個風險係好低可以慳翻1萬蚊，
慳翻35% 租金呢，而家呢個狀況下，我覺得係入得過嘅自己揸嘅話但係你要有心理準備，你一同人夾份自己揸嘅話呢，你要好困身，你走唔甩你一定要全程投入呢個的士行業，就冇得做其他嘢㗎啦一路做牛馬，一路努力落去咯。但係如果你係以一個投資角度嚟講呢，你就要睇翻個的士價值啦。萬一佢網約車出嘅時候，大批嘅的士司機轉咗去出網約車嘅話唔知當時咩情況啦有機會咁嘅情況出現嘅咁可能個租金會跌，租金跌，牌價要跟住跌㗎咯。投資嚟講呢，就面對嘅風險就好大嘅，即係你睇翻呢度上面呢度你每個月係賺咗1300蚊但係你嗰個 risk 你要面對嗰個牌價跌嘅風險壓力我覺得唔值嘅同埋你每年揾到個16,000蚊，你一跌少少已經唔止個16,000蚊啦跌幾年你都已經係咁先啦但係如果你係自用嘅話你每個月慳翻1萬蚊減35% 租金，你係唔需要理會個牌升定跌嘅亦都唔需要理會將來嘅租金係點嘅，你已經鎖定咗啦咁你只要努力咁去揸呢，個 risk 係低嘅而家個 risk 係幫你慳到錢嘅而家呢個牌價狀態之下，我係鼓勵大家買嘅。如果你係自己揸啦，同人夾份啦，呢個狀態係1萬蚊係吸引㗎，再講一次係吸引㗎呢個牌價。但係你係投資嘅話，我覺得係唔值㗎，所以即係你問我出唔出嘅話，我只可以睇翻你視乎你自己狀況咯，即係出唔出嘅話呢個狀況。即係好老實、好中立咁講唔係話撐的士，亦都唔係話踩的士。所以呢個就係嗰個的士牌照價值所在咯。如果你真係諗住長揸嘅話咧，基本上而家係出得過嘅。咁同埋咧，而家的士因為佢係一個永久性嘅牌照你唔使話下年要交牌費，唔需要話要續牌嗰啲乜都唔使嘅，亦都冇話有加咩附加條件嗰啲，除非你轉車隊制，你有可能會加啲附加條件啦。如果唔係，基本上政府係無為而治嘅。唔會理你嘅都已經咁維修成本又比較固定啲啦，全世界都係部車雖然你話網約車你撞一年撞爛一部都平過你租個的士，但係你的士你始終維修成本呢，大家都同一款車呢金豐小路寶都好呢，個維修成本係平嘅。經營環境呢，大致上都係唔會變㗎啦。而家嗰個環境喺香港，你唔會個的士會返到大陸，或者大陸啲車會嚟到香港㗎，所以嗰個經營環境就唔會變嘅呢個就係的士牌價值所在咯。同埋嗰個風險就細啲嘅。假設你係自己揸嘅話呢，個風險係細嘅。而家投資風險嘅話，純投資嘅話，唔係諗住自己揸嘅話呢，個風險個 risk 係大㗎。因為頭先講咗啦，牌價會跌啦，因為網約車而跌啦。網約車又會令到司機可能需求少咗啦，又可能減租啦，咁令到牌價會跌啦，進一步跌，達至一個平衡嘅位置啦。咁究竟個平衡價值喺邊度呢？我而家都答你唔到到時就會減租啦人手需求下跌啦，跌到咩位呢？我覺得可能100萬或者150萬左右啦，可能都仲有空間跌嘅，即都我自己認為起碼都有2-3成空間有機會下跌嘅。咁所以你話喺呢個狀態之下呢，好多觀眾都問我200萬喎，買唔買得過好似跌咗一跌又回升翻咁樣喎買唔買得過？呢度一紮數就俾出咗答案大家啦。同人夾份出部車自己揸嘅話呢，而家係絕對買得過㗎，絕對買得過，因為你風險細咗好多嘅。簡單嚟講呢，如果你問我呢，而家風險呢，我覺得係屬於中性，即係風險唔大再具體啲嘅話呢，就係假設啦，你出部車啦，自己揸嘅話呢，一年可以慳翻12萬租金啦。你揸10年已經慳翻82萬啦，82萬淨慳嘅，就扣晒所有成本㗎啦，扣晒所有開支成本㗎啦。咁你82萬，你10年之後有冇機會跌100萬呢？我覺得就微乎其微嘅，即係你而家220萬跌到82萬就變咗100萬。100萬嘅話呢，就真係平到媽都唔認得，即係冇可能。我覺得冇可能跌到呢個價咯，100萬。即係其實而家貼近歷史低位嘅。不過前提你要同人夾份，自己揸開足30日工，你先可以慳到12萬一年㗎。即係揸10年，你先可以慳到82萬。你前提你呢10年要賣命俾的士業呢，呢個風險係極低嘅甚至有機會升添佢未必跌到100萬，可能升翻300萬都唔定你可能財息兼收嘅你賺咗82萬嘅慳翻嚟嘅租金成本啦另外再升咗100萬都唔定嘅，即係你可能有機會慳到
你有機會10年可以賺到200萬都唔定。咁呢個就係一個少少嘅分享咯。不過前提你一定要係自己捱10年啊，咁你呢個風險就極少嘅。不過啊，如果你係投資嘅話，就未必有12萬，可能得個幾萬蚊啦嚇，幾萬蚊，但係你要揸10年，揸10年嘅可能都慳得個幾廿萬，仲要唔知佢有冇升跌嘅，可能有機會抵消翻嘅。咁但係如果呢個價位嚟講，就算呢個價位值得入都好啊，都未係最平㗎，都要等網約車出咗之後呢，震動一輪之後呢，你先至諗值唔值得入。可能有機會跌到低位，因為低處未算低嚇，喺低谷嘅呢個位置呢，仲有得喺呢個週期入面嘅再低啲都有機會嘅，可能180萬啦，或者200萬呢，有得諗嘅，有得諗嘅，絕對有得諗嘅。買命10年呢，你嘅風險係極低極低極低，可能有機會賺翻嚟㗎。如果你係投資純投資嘅話，我係唔建議大家買嘅。而家呢個價位條數又出咗嚟啦，所以大家就變咗好清晰，知道嗰個回報啦，同埋嗰個成本係啲乜嘢啦。好多觀眾問我，喂，個回報好大喎！有個觀眾同我講，喂，而家回報好大喎嚇，好大嘅！我上次200幾萬嗰時同大家計過條數㗎嘛，我就係都唔係跌咗好多啊，點會好大呢？我就有啲疑惑嘅，所以我就寧願計一條數俾大家睇清楚嗰個隱藏嘅一啲成本係啲乜嘢咯嚇，即係俾大家清晰啲、理性啲去看待自己投資咯嚇。咁同埋最近好多朋友都鬧我投資，咁我見到200萬有啲心動，但係都未到我自己嗰個價嘅。咁但係最近太多人講啦，所以我都即係都計一計數，係咪而家係咪真係吸引呢？嚇，咁計落仲未達到我覺得吸引嘅地步啊，所以我就你叫我投資我就唔會嘅嚇，你叫我夾份投資我就一半一半啦，猶豫緊嘅我都嚇。但係你叫我即係純投資我就唔會咯，自己揸我就因為我怕困身，所以我就未考慮到嘅，所以我有諗過嘅，有諗過嘅，有個朋友鬧我夾份投資嘅都有，我有諗過嘅，呢個就同大家用數據理性咁去計一計條數，理性咁去看待一下而家的士牌價值唔值得買咯嚇，即係我只可以話你係自己揸加夾份出部車嘅話，你係慳到好多錢，一年可以慳到12萬嘅。係抵嘅嚇，但係如果你係投資嘅話呢，你就好浮動嘅。齋託管嘅話，一年就淨賺15,600蚊啦，但係你就面對嘅風險就好大。又或者你自己揾日夜更嘅話呢，你嗰個租金就比較浮動啲嘅嚇，同埋壓力都大嘅，困身嘅嚇。你要管理呢一筆投資，因為呢筆投資就唔係話你掟完出去由得佢收息買股票咁就唔睇嘅，你要管理嘅嚇，管理都好傷神啊。咁你可能你要考慮自己有冇咁嘅時間有冇咁嘅時間做埋打理嗰份如果唔係你就要慎重啲去考慮咯。即係而家我呢份報告就係以一個220萬嗰個錨定點嚟計算嘅。咁你大概200萬呢啲價位，我覺得就好傷神咯。如果投資嘅話，又要做埋打理嗰份150萬值唔值得投資呢？我就到時再同大家計啦嚇。咁今集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因為實在太多人問啦，跌到200萬，個個都話：喂，David 點啊點啊嚇，入唔入得過？入唔入得過？有好多觀眾都同我講入咗噶啦，已經純粹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內在所牽涉嘅所有成本啦，同埋你想象中嘅回報同實際嘅回報係幾多都俾大家一個清晰嘅 guideline。咁今集嘅片咧就分享到呢度啦，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